歡迎你進入樂回家嘅樂趣園。今日嘅嘉賓有，你好，我係 Janice 嚴奕格，你聽緊嘅係樂回家。喺今日繼續有 Janice 嚴奕格喺度嘅 Janice 好 Hello， 大家好。嗱，呢首新歌啦，咁也可以亦都喺翻啱啱之前我哋 DBC 華語歌曲流行指數裏面有好嘅成績，一上網第6，第2個禮拜就第4位。哇！我哋期望咧，會係睇下會唔會有機會衝到上去 No.1。我可唔可以講我嘅心情？請。我完全冇諗過會上榜添㗎，honestly 真係㗎。係。因為喂咁耐啦喎，咁呢一首歌又同我之前嘅唱法好唔同啦。唔同兩樣嘢。我完全冇諗過會有咁多人接受到。係啊，真係好開心啊！嗱，呢首新歌就係你正式以一個歌手身份，第一首即係接觸對外嘅作品啦。係呢首作品同以往譬如話喺翻你參加踢館比賽或者係喺翻表演嘅時候好 powerful 嘅你咧，完全不同。係啊，一個好大嘅驚喜嚟。即係我諗係因為之前係比賽啦，咁成日都要show 俾啲judges 睇你幾識唱歌啦，咁都成日都要標下 show 下啲技巧。係咁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其實我俾人哋嘅感覺咧，就係我好似好 tough 嘅女仔嚟嘅，就乜都唔驚嘅。但係其實我私底下係一個好怕醜，唔係好中意講嘢，其實好易喊嘅一個人嚟嘅。咁其實呢一首歌，我一見到佢個 lyrics 咧，歌詞真係基本上係幫我寫㗎咯。即係講緊你自己嘅故仔。幾乎係啊，因為obviously 唔係咁多人會知我私底下係點啦。但係因為我真係逼得自己好緊，即係一定要 tough 啊，一定要贏啊，點。但係呢首歌嘅歌詞就講，喂，如果你想喊也可以，你想放棄也可以，你唔需要一直咁 tough 嘅，咁就好有共鳴。係啊。咁呢首作品就亦都係嚟自嚟緊啦電影啦《追分日記》嘅插曲。咁呢個《追分日記》入邊咧就有即係之前我覺得喺台灣好成功嘅一套電視劇嘅一對男女。係就有阿林依晨啦，再加上另外一位死人唔記得名添，陳柏霖係啦，就嚟自我可能不會愛你嘅組合。係啦，我記得，因為嗰張嘅山出嚟我都有喺度。因為我覺得嗰套嘅劇集係好好聽嘅，啲成個 music。咁啊，亦都有啲期待嚟緊呢一套劇集。咁亦都有你嘅師兄啦，亦都有如果我變成一首歌，係啦 Yoga 喺裏面。咁但係喺翻呢首作品出嘅時候咧，我見到喺網上邊嘅，譬如話喺 YouTube 上面見到啦，都係一啲喺電影裏面穿插住嘅畫面，即係喺個 MV 裏面見唔到你，就聽到你把聲咁。會唔會有一個構思就會係拍翻你嘅 MV 咧？因為到而家為止，你未有你個人嘅 MV，我哋係期待嘅。其實可以透露下嘅，其實我今次喺香港有啲趕，如果唔係嘅話，我就會留耐啲啦。趕住就係翻去拍 MV 啊！係啊，就係呢首同埋跟住落嚟嗰首。跟住落嚟就慢慢嚟啦，因為仲未派台啊嘛呢度，但係也可以應該會有 MV 噶啦。好，我哋係好期待呢一首也可以嘅即係 MV。Thank you。咁喺翻而家叫簽咗新嘅唱片公司，同以往唱 cover song，嗰個感受，呢首歌係屬於你自己，嗰個感覺你係點？哇，點形容咧？即係前幾日我喺澳門表演啦。第一次對住咁多人唱屬於自己嘅歌，我冇諗過我會咁感動，即係我唱之後無啦啦好想喊，因為覺得喂，我終於5年之後有一首嚴奕格嘅歌，原唱係我，就好感動咯。係啊，期待咗好耐。我諗係啊，我自己真係期待咗好耐。係啊，但係屬於你嘅歌以往就有唔少，但係真正以歌手即係上到台。個 show 係你，呢首歌係你，呢個就係你第一次，係啦。咁呢個係感動嘅，即係叫做 fans 睇見，哇，開心成件事。Thank you。即係我哋會明知道用手機拍嘅效果係唔得嘅，但係我哋都會睇足幾分鐘。就係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就係好得意嘅嗰種感覺。好啦，咁嚟緊會唔會即係新嘅唱片計劃啦，簽咗唱片公司啦？路向會係點？有咩方向？
因為依家目前香港排咗也可以啦。咁台灣嗰邊因為係台灣嘅偶像劇嚟嘅，咁依家已經播出㗎啦。咁係有第二首歌叫《我何必》嘅。咁台灣已經開始上啦。今年年底咧，仲會有一個古裝劇嘅插曲。係咁，其實依家都仲未上嘅。但係今年都會有。咁即係今年會有3首 single 咁樣嘅。3首，趕喺呢個12月之前3首推出嚟，應該都會㗎。係啊。咁會唔會有自己嘅專輯計劃？我諗係唔遠嘅事咯，係咯。OK。咁或者你自己嘅嗱，譬如話新嘅作品有啦，即係其實我何必我都聽過。呢首也可以都聽過。嗱，另外一首古裝咧，我又未聽過啦。咁所以嗰個我唔知道係究竟係點嘅情況咧。會唔會有翻啲你自己，譬如話好 powerful 啊嗰啲嘅演繹啊，喺未來嘅方向上面會係我會希望有唔同嘅曲風咯。即係其實之後如果大家會聽到我何必咧，已經同也可以係好唔同。兩樣嘢嚟嘅。係啊，即係我何必係比較心底啊，講自己啊。咁我何必係因為嗰個偶像劇嗰個女主角咧，佢係一個乜都要贏、乜都要爭、乜都要好嘅一個女仔。似唔似你自己？好似我之前嘅我，即係我知依家 at least 識得放鬆啲啲啦。係，即係其實嗰個就好似唱翻比賽嗰陣我嗰種感覺咯。係啊，咁第3首古裝嗰個咧就係幾好靚嘅嗰個 melody，咁就都係有少少 power，但係又唔係嗰啲嚟哇我要飆高音啊嗰啲嘅。即係其實only 呢3首 single 咧已經有唔同嘅不同嘅感覺。係啊，即係都想喺翻譬如話頭幾首作品俾人一種感覺，就係不一樣嘅 Janice 嘅味格。係啊，因為我覺得如果要做一個全方位嘅歌手，唔能夠淨係我淨係唱呢個類型，淨係唱情歌啊，淨係唱 rock，其實可以唱多啲唔同嘅 style 咯。OK，咁我問語言啦，代香港 fans 問嘅，好啊，會唔會有廣東歌？我其實好希望有，因為好多人都覺得我一開始唱歌係唱國語歌嘅，其實唔係㗎。哦，係，你係有廣東歌嘅。我第一次學唱歌嘅時候係唱廣東歌嘅。我要進發勝過再不動，廢棄世界找每個好夢，但我是有功用，要盡快喐動，繼續上路，這心怎抽空？多麼尖酸的冷眼等待，過去假偏偏對你款待，説話喪失立場，熾熱滿街上，憤怒正在鬧市中滾開，不想身處荒誕世界內，哪會垂頭自閉當接載？我話我要想尋覓滿意去向，如若我要計劃未來，不要再等。我要想，凡事也要碰上，埋沒性格去找每日。所以我對廣東歌係有唔同嘅情感嘅，係咯。係咪 Disney 嗰啲作品？係啊，喂，你真係好小鹿斑比啊！會，你都知嘅。唔係，我想攞嚟播，但係嗰個版本就即係我揾翻嚟嗰個爭啲。哦，it's okay。但係我都會照播，我會照播。隨意隨微風，隨花舞動，聆聽浮雲的微妙說話，處處皆新意，隨着你望我而來，望天上散步，到星際躺下，願你天際跑。
來塗鴉，紅彩人下和眼前奇蹟無盡對話。這跳脫的天使陪伴着你雲裏同行，到天上散步，到星際躺下，我願你天際拍翼去飛，任意飛，你是高天高寬闊任你追訪，追蹤一生最美似星光，到天外散步，到星際躺下，我願你天際拍翼去飛。得到希望，讓你展翅翱翔去飛，任你飛。你是你。即係嗰陣時就有好幾個即係卡通嘅作品就係當時啦，就係廣東嘅。係有一啲嘅卡通，但係國語，呢個以前十年前左右嘅作品啊嘛。係啊，但係比較多都係粵語多啲咯，係咯，即係Disney 嗰啲全部都係㗎。係，會唔會有翻啲 Disney 歌擺翻？我希望之後會有新嘅 Disney movie 可以唱到，因為我其實個人好中意唱 Disney 嘅。係啊，開心添啊個人。同埋好 dramatic，好 colourful 啊。係啊。我想象到個畫面。係。我想象到個畫面咧，如果個 MV 裏邊，你喺裏邊究竟會跳嚟跳去係嘛 ？OK， 好呢個時間咧，我哋就同 Janice 講到呢度先啦，亦都聽下佢首新作也可以。怎麼會只剩下自己，還不想認輸，用盡力氣用笑撐住，說好這次不許哭，怎麼會連難以呼吸還不說痛苦，武裝自己從不失誤，卻比任何人無助，當時間不為誰而破離，讓愛延續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輕輕地鬆開自己，就算你想放棄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別再步步緊逼，不留餘地，愛只會窒息，就算多難捨的過去，最後還是會過去，懷念的擁抱和那體溫，用微笑平息，就算你想流淚也可以，任性也可以，別再苦苦壓抑，所想情緒心會更封閉，就算多難捨的淚滴，最後不讓你沉溺，就算一個人，至少還有自己。怎麼會一再的想念還不說在乎，渾身解數想要逃出，卻什麼也留不住，當時間不為誰而破離，讓愛延續下一季，你可不可以輕輕地鬆開自己，就算你想放棄也可以，失去也可以，別再步步緊逼，不留餘地，愛只會窒息，就算多
最苦苦压抑，所想清晰，心会更封闭。就算多难舍的泪滴，最后不让你沉溺。就算一个人，至少还有自己。剛才時間分享過兩首咁 Janice 咧喺翻以往睇迪士尼動畫咧主唱過嘅作品，有一首咧第一首嘅合唱作品呢就係嚟自四眼雞丁嘅插曲 Stir It Up， 咁另外亦都有啦，咁就係嚟自奇妙仙子嘅插曲展翅翱翔嘅，咁當然啱啱都聽過啦，佢成為歌手之後嘅第一首作品也可以嘅。咁 Janice 嘅訪問呢仲會有聽日會送上最後嘅一節嘅，咁呢節時間差不多啦，休息後翻嚟同你分享一啲近期嘅新作。